你又来了，哥。哎，朱老，帮我把这个猪脚清了。哎呀，又是发财的一天。刘队长，霸气，98块。 98是吧？对，你看刘队长，你是现金还是扫码？哎呀，什么现金还是什么扫码的啊？你还不知道我的风格吗？啊，我先交。哎，不行，那不行，又赊账。你看你去年还赊这么多了，你到现在都还没给。呀，那这样啊，朱老啊，我为了不一次性把开支搞大啊，这样吧啊，你帮我办个分期吧。你买个猪脚你还分期啊？哎呀，现在不是到处流行分期嘛啊，我压力它也小一点，对不对啊？这样吧啊，我先首付1毛钱吧。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分期付款1毛钱，那你分到你身上，那你都是付不完。哎呀，你这年轻人啊，说真的不发财的话啊，我做30期分完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按时还款的啊。那边还有4、5千走了啊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呀，完了啊！